欧洲国家捷克有一个对外交流的重要机构——捷克中心，设伫咧全球28个所在。拜五台北捷克中心就要成立啊！外国媒体认为，讲这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。伫台北的捷克中心正式成立之前呢，国立台湾博物馆参捷克国家博物馆合作，伫台湾展览捷克正重要的城堡文化，要用文化互相交流。沿山壁起的城堡有偌尔壮观，为这个模型就通看出来。城堡是欧洲国家捷克的重要文化资产，各部分城堡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。国立台湾博物馆参捷克国家博物馆交流合作，伫台湾博物馆展出捷克的城堡文化，其中也包括这寡中世纪的贵族、国王使用的物品，以文化来参台湾交朋友。Czech castles belong to the Czech culture and Czech national heritage as much as the Taiwanese temples. My favorite is Chenanggong. 借由文化的交流，促进彼此的认识，进而找到共同点，塑造共同的价值。唔但以展览交流，十四台北捷克中心也要正式成立。捷克中心是捷克对外交流的重要机构，唔但向其他国家展示因的文化，也加强因甲友邦的关系。目前全球有28个捷克中心，台湾是第29个。因为捷克并无去中国设置的机构，就外国媒体指出，说台北捷克中心可能引起中国不满，但是捷克参议院副参议长看法无同。I don't see any problem in strengthening our cooperation in culture, in business.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irst-plan politics. It's our expression of our friendship and long-term cooperation. 捷克副参议长表示，设立台湾捷克中心是要继续加强双边的文化相结合作，这代表台湾甲捷克的友谊愈来愈好。因为文化部是表示，接落来国立台湾博物馆也会准备展览，早到捷克举办，用文化互相交陪，甲因做朋友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